常年期20周3章數年厄則克耳先知書34章1到11節，馬竇福音20章1到16節，小德蘭福傳之友，曾慶道神父讀經反省。2026年8月19日，耶穌基督一個牧羊人是應該好好照顧他的羊群，讓他們安全又吃得飽。假如這個牧羊人看到羊群餓肚子，倒奄奄一息，也不理不睬；看到羊群處在危險中，也漠不關心，只知道喝羊奶穿羊毛衣，這樣的牧人會讓我們有一個什麼感想和回應？我們應該是充滿義怒的，推己及人。假如我們的身份和職務類似像一個牧羊人的，正義要求我們真的要戰戰兢兢，不要失職啊！今天主耶穌的比喻裏的焦點不是關乎正義，而是關乎慷慨仁慈。先被僱用的工人其實是沒有權利埋怨不公的，因為他與主人的合約是做一天的工作得到一個銀幣，而他得到了。後來被僱的可被看作是整天想工作但沒有人僱用的黃失業者，他們也有家庭小孩嗷嗷待哺啊！主人做得好，是應始於理而止於外。從信仰的角度看，這個故事中後來被僱者的遭遇也表達了我們的一切都是天主給的，不是憑我們的一點點工作就可以作為工資獲得的。天主給我們的是出自的慈善，而不是的公義。當我們是罪人的時候，天主沒有按公義懲罰我們，而是按的慈悲來傾流自己的寶血，滿全了公義，而救贖了我們。天堂是天主賜給我們的，而不是我們掙來的。毛毛蟲是無法飛上天的，一個小孩子是無法用他小小的零錢去買一部跑車。公義和慈愛都是天主的屬性。公義，因為天主絕對不會虧待我們先僱用的人；慈愛，因為天主白白地而日地使我們富足後僱用的人。天主為愛他的人所準備的天國福樂，是我們眼所未見、耳所未聞、人心未能想象的。